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声歌唱，和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从头再唱一次。你必欢乐而出，有平安梦引导。那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歌唱，和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OK， 好，有没有感觉是一个有年节气氛的歌？这是以色列的歌，所以它感觉就是非常有节奏，就像是在大自然跳舞唱歌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出自于以赛亚书55章12节。那经文你们大家不用翻了，因为全部都像歌词一样，就是这个歌词。那么我发现呢，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这个我知道哦，这个因为不是很熟，所以大家还没有这个唱歌跳舞的气氛。没关系，我们说哈，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唱得很融入，至少我们动作要很融入。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几个小小的动作。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有我们有四道哈，4道我们分一下哈。我们把这个最困难的留到最后面，我们先等这个。好，这个最左边我已经感觉到了，最左边都是儿组的小朋友，这跟我比较熟，所以你们等一下这边这一道最左边这一道，你们做个简单的。我们等一下哦，他唱到那个都拍这个第一段，第一段，第一段对，你必欢乐而出，有平安梦引导，大山小山，然后都拍掌来赞美。我没有办法一次就唱到那个嘛。好，都拍掌来赞美的时候，你们这边的小朋友帮我唱一哈，有没有唱过周杰伦的歌？一哈会吗？我们来试一次哦。都拍掌来赞美。哦，很好，就是这个样子。好，这态度对了。好，再来呢，这个最后面，再来是这边这一排这一群哦哈。那后面也要唱哦，后面一还要后面要唱，然后这一群我们等一下唱，第二段的结束，第二段前面要说，都欢呼赞美主，然后你们要唱哈利路亚，好吗？好，我们试一次哦，都欢，试一次，好，都欢呼赞美主。哦，好，不整齐，不过他们等一下练习一下就 OK 了，没有问题。好，最右边这边2排哦，这个是最困难的。这个最困难的是你们要把手伸出来跟我拍拍，要拍拍，好，就拍拍就是等一下我用嘴巴拍，你们用手拍，好，要拍大力一点，这样才好听。等一下他到什么时候拍呢？他们要到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就欢呼，然后就啪啪，然后我们来唱一次哦。来试一试，这个很简单。好，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很好，就是这样子。好，大家已经很融入了，这个态度就对了。至少我们不会唱，但我们动作要做对，对不对？好，那个
我们全部来一次啊！等一下我们会加快哦，要看大家的那个能不能跟得上。好，我们一起来。你比欢乐主有平安梦引导，大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歌唱，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梦引导，大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歌唱，田野中的树都拍掌。注意哦，注意哦，准备来了，每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哈哈，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哈利路亚！好，准备加速喽！准备来，我们再一个加速版的。好，准备哦。比欢看梦引导，大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歌唱，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来，跟我一起，一哈，主有平安梦引导，大山小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歌唱，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很好。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再一次，都欢呼赞美主。哈利路亚！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ending 哦，都欢呼赞美主。好，好，我们全部那刚刚已经练习很好了，我们现在再唱最后一次，然后呢，我们一样哦，最后 ending 大家一起要跟我唱那个都欢呼赞美主。好，我们这边哈，这一群唱都欢呼赞美主，然后我们这一边全部的来都欢呼赞美主 ，OK 吗？好，这个我们要低一点点，好。我们就是欢乐赞美神，用在我们一个初二回娘家的日子，好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试一次，好吗？好。山在前面，欢呼赞
山在前面，欢呼赞美起来，欢乐歌唱，和田野中的树木都拍掌来赞美，一切田野树木都拍掌欢呼，一切田野都拍掌欢呼。都欢呼赞美主。上眼睛，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也许有种种的难过，种种的悲伤，我们都把它放在过去。现在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前面，我们紧紧的跟随，在这新的一年，社会中一些曾定
决定成败的价值，都是由别人决定，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的价值是由我们的神决定。我们如何更紧紧的跟随，朝着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我们全能的神，我们一同紧紧跟随他。求主垂听，垂听我呼求，应允我祷告。我全心爱你主，求主垂听我，垂听我呼求。应允我祷告，我一生爱美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来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其英文在诗篇50篇1到6节，在旧约的581页。诗篇50篇1到6节，由我来起，会众来应。大能者上帝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全美的锡安中，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他招呼上天下地，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来。诸天地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公道，我们一起翻开周报，我们为欧洲国家波瓦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
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区祷告，桃园卫理堂丁美景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寒假生活规律有好的假期生活安排祷告。为台湾医疗从业人员、军警、公教职业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有服务百姓的心智，工作顺利。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请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听课我们请贺兆伟弟兄。今课第一处在列王记下2章1到12节，圣经旧约361页，列王记下第2章1到12节，旧约361页。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2人下到伯特利，往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2人到了耶利哥，往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2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2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2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沙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马将2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今课第2处在马可福音第9章2到9节，新约48页。马可福音9章2到9节，新约48页。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以上是神的话。献诗。平安。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也是我们过年。那我们今天呢，由小诗班来为各位献诗。第一首是《神是喜乐歌》。那这首歌呢，是在英国的时候呢，从圣诞节一直唱到新年，那我们一直延续到旧历年。那紧接着第二首是《恭喜恭喜》。那唱到第4段的时候呢，我们欢迎就是全体的弟兄姐妹跟着我们一起唱，那互相拜个年。恭
小诗班。如今由我来攻读，在哥罗西书3章5到10节，在新约的222页。第5节，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正道我们请蔡文牧师，题目是“新新新人过新年”。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来敬拜上帝。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父亲的家。那为什么说父亲的家？其实跟今天很有关系。今天是回娘家的日子，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回到父亲的家。好，所以不管回到父亲的家或是回娘家，都是一样的意思。意思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见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这样说，她说，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比我自己的亲生的兄弟姐妹要更亲密，因为每个礼拜我们都见面。但是也许我跟我的弟弟跟我的哥哥不见得都常常见面，也许1年才能够见到1次面。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属灵的弟兄姐妹是美好亲密的，每个礼拜我们最少都会见到1次面。所以好不好？我们跟我们隔壁的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问安。右边的跟右边讲说，这个欢迎你回到娘家。然后左边就跟他说，欢迎你回到父家欢迎你回到娘家，欢迎你回到父家欢迎你回到娘家，欢迎你回到父亲的家对，好。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初2的时间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家，我们都回到父亲的家，这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父的家，来到娘家里面，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何等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这样的欢欣喜乐的时间。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年怎么样过因为华人的过年通常都是说要穿新衣、戴新帽或者是要穿戴一些新的东西，来象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有哪些东西是新的开始？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从早上开始，我们就亲近主，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让上帝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贴春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种字体，混了很多的字，但是你叫不出它是什么名字。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春联？有吗？有哈。好，那因为我们当中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要告诉大家，咱讲台语，这是咱的福利这是我们的福利，因为这些字华语念不出来，只有台语才念得出来好，请大家看一下。很灰对不？就灰对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字怎么念有一个这个叫招财进宝，这个字叫做什么？知道吗？叫做报。这个只有念台语的人才听得懂报报。好，然后日日有见财，这个叫什么？知道吗？对了，非常好。
好，然后那个黄金万两，就是富有的富啊。好，下面这个呢，山珍海味叫做什么？笋就是吃啊，吃山珍海味叫做笋啊。日进斗金呢，有点难度了啊。中就是中哈，好，所以日进斗金就是中哈。所以你知道中它是其实表示每一天都有这个钱可以进来哈。好，最下面那个跟学生很有关系，叫做翘。好，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学生的话，要记得这个字哈，学，然后下面又有这个孔子的孔，又有孟子的孟，又好啊，那个叫做翘，意思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是很聪明的。好，所以这个只有讲台湾话的人才比较能够念得出来哈。所以这个招财进宝那个叫做报啊，报，然后挑，然后补，还有顺，还有这个叫做中，还有这个叫翘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看到那个很多字和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讲出那个字出来。但是千万不要误会哈，华语没有这个字哦哈，华语里面没有这个，是因为把它凑起来，然后让大家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丰富的意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年的当中，我们除了在身体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财务上面，我们可以有这些的美好。但愿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美好。我们有没有期待那个每天能够把上帝的话，好像日进斗金一样，把上帝的金句背在我们的心里？听得懂牧师要讲的意思吗？我们说上帝的话叫做什么？金句，对不对？有没有要把上帝的金句放在我们的心里，每一天都进来？让我们的心里面也能够招财进宝，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可以说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一天学习上帝的话，让我们变巧，可以能够有很好的这个聪明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回到父的家，我们回到娘家，其实很美好，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好的设备，我们有很好的设施，我们有很好的这些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其实2000年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这些的我们的信主的人，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场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可是他们的心却是敬虔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他们没有音响，没有敬拜团，没有吉他，没有招待，没有软垫子椅子，没有暖气或空调，只有上帝的百姓和他的话语。很奇怪的事情是，这样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想享受那个氛围，我们只想享受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但是我们却没有觉得能够跟上帝的百姓，能够跟上帝的话语能够一起，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一天也许我们不会有很多美好的这些的乐器，有一天也许我们没有很好的灯光，或者没有很好的空调，连座椅可能都不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我们仍然高兴欢喜，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刚刚我们小诗班在唱的诗里面有几个字比较拗口，或者是比较没有听过。比如说各位有听过阿多奈，阿多奈其实就是主的意思，就是我们通常以色列人他们不敢直接称呼上帝是耶和华或者是亚威，所以他们只要读到那个字的时候，他们都会读阿多奈，意思就是这是上主，这是主，这是主。然后另外有一个词叫 El Shaddai，El Shaddai 的意思就是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在唱这个 El Shaddai 的时候，就是讲全能的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敬拜神，也是在敬拜那一位至高的上帝，是那一位伟大的上帝。即使没有这一切的设备跟设施的时候，我们仍然心里面要朝见我们的上帝。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一时的激情，上帝看重的不是唱诗多么的美好，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多么的设备设施多么好，而是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委身，每一天都愿意跟随主的脚中行。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主的门徒，学习效法主的样式，但是我们有多渴望自己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或是我们有多么渴望自己能够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最近在新闻当中看到很多的新闻里面，很多人都到庙里面去求这个祝福，或是求姻缘，或是求美好的事情要发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是不是只有求地上的事，而不是求在天上的事？能够求心灵的平静跟安稳，能够求心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你每一天的激情，而是我们的一生当中每一天能够委身来跟随主，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来经过每一天，即使没有很激动的事情发生，每一天即使没有很多好像让人觉得很冲击的事情，但是能够在平静当中度过，都是最美好的。我不晓得大家刚提到过年哈，我不晓得大家的过年怎么过。我跟师母讲说，我们虽然没有回家过年，但是我很希望过一个叫做岁月静好的生活。听得懂意思吗？什么叫岁月静好，知道吗？几乎各位如果常常来礼拜堂的话，每一天你都会跟我见面，因为几乎我每天都在。那很多时候常常跟人接触，但是有时候需要学习安静，单单跟上帝接触。所以我跟师母讲说，今年的过年我们不要跟其他的人做一些的连结，我们先与主连结。所以这几天当中，我们很大量的读圣经，很大量的祷告，很大量的在教会里面因为弟兄姐妹都在家里过年，所以我跟师母在家里过年的时候，我们放了音乐，我们读圣经，在那里默想跟思考上帝的话。甚至有时候我会把一些的旧书拿出来，包括我也会把一些论语或孟子拿出来。可能有人会觉得好玩，牧师也在读这个，因为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有时候学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了解一下以前我们曾经读过的东西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连结。上帝帮助我们在这当中这几天里面，我发现其实古人他们在追寻道理比我们更加的认真。我们拥有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设施，我们拥有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寻求真道的心并没有比过去更多或更好。我们有更多的资讯，但是我们却没有更多的喜欢读上帝的话。但是古人却很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话，他就觉得满足。所以孔子常常讲一句话，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我今天得到真道的时候，就算我今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都觉得心满意足。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无法去设定每一天你都可以平安的度过，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有平静安稳的心。所以做门徒不是我们只是要这个遵守规定，或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那样的福音的生命、福音的见证，让人得以看见。所以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是要让人看到说，哇，我们每天抱着圣经读上帝的话，而是我们有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行。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习，不单读上帝的话，而且照上帝的话去行。很多人认为说读上帝的话很简单很轻松，但是事实上你要把它行出来是很困难的。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很诚实，他听到圣经里面讲说要爱自己的弟兄，要爱自己的这个邻舍，所以他就要去实作。当他去实作的时候，他怎么实作？他第一个，他先回到公司里面去爱那个他觉得不可爱的同事。结果他礼拜天回来的时候，他的报告是这样：牧师，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爱人如己，我没有办法去爱那个不可爱的那一个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挣扎。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好读，但是你要实作的时候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实作才是真的门徒，而不是只有读进去那个书而已。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行出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行出来，要千万记得，不是我们能，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行出来。
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出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罗马书15章6节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外表要像个基督徒，而是我们的内心是否效法耶稣基督，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哈，我们还没进到圣经的内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里面，保罗提醒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当中，要怎么样来过这样的新年，要怎么样让我们一切都更新跟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开头好像保罗就讲很硬的话，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很硬的话，而是我们怎么样去运用。特别华人很不喜欢听到死这个字，但是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听到死这个字。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冲突？是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死那么样的重要？反而我们不是说活很重要，是死很重要，因为要治死那个旧人。我不晓得大家在打扫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们前几天跟师母在家里面，为了过年，我们打扫家里面。好，各位知道冬天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夏天常常出现，冬天的时候它特别喜欢往家里跑。各位知道是什么东西？知道吗？蟑螂啊！蟑螂夏天的时候常常有，对不对？冬天的时候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外面很冷，里面就比较温暖，它就往家里跑。各位知道我那一天我打死了一只蟑螂，然后各位知道蟑螂的别名叫什么？知道吗？小强，对不对？为什么叫小强？因为它很强啊，生命力很强，所以你偶尔要戳戳它，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死了。如果没有真的死的话，它还会尿，知道吗？那听过那个尿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还会动。所以你除非你真的把它打死了，它才不会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治死是什么意思？治死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什么？你不会动了，不会对什么东西有动，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跟贪婪。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会有那些动作，表示我们还活着，活在罪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要死，在罪里面要死掉。为什么？你不再有那个感受，不再有那个感觉，对罪没有那样的一个影响力了，罪也影响不了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治死的意思就是这样。当我们里面还有那些的邪情私欲，还有这些的污秽淫乱的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胜过它，而是要靠主的帮助来胜过它。要怎么样靠主的帮助？要告诉里面那个旧人说，你这个旧人该死，你应该要死掉，因为你是旧的，你不应该活着了，因为我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会有那些的邪情私欲在我们的里面，表示还没有死透。如果我们每天在基督里，我们死了，对付这些罪的时候，这些就对我们没有影响力，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动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很容易，我们只有读表面的东西，只有读过去。可是事实上，这是很深的道理。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付自己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新跟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牧者们给我们的提醒：圣经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是要拿来对付自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帮别人读，知道吗？知道什么叫帮别人读？知道吗？你看看这个人。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做，你看看这个人，对不对？这个一口两舌，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坏人哈，这个或是什么人是怎么样不好，他行为不好，你看他乱停车啊，这个人怎么样不好没有奉献。很多时候我们拿这些东西去杀别人，但是却没有杀死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拿这些东西去定罪别人，但是却没有定罪自己，说我也是这样的罪人。我也是这样的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跟别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待自己跟对待别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悔改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开始，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行为，有一个新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提到说，在犹太人他们过年的时候，其实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快乐，而是要先在上帝的面前认罪跟悔改，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领受上帝新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牧师不是叫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不要高兴欢喜，不是，而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领受这个悔改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超过了、越过那个范围，或者是不应该去做的，而我们却去做了？因为跟各位讲说，最近一直在读《论语》哈，各位知道《论语》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曾子，知道吗？曾子他说什么？吾日三省吾身。他每一天都3次的去反省自己有没有在言语上、行为上，有没有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有那些的过失。亲爱的弟兄姐妹，曾子还没有认识上帝，但是他已经会知道怎么样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知道应该要认罪悔改。而我们认识上帝很久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说我愿意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个悔改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叫别人悔改很容易，叫自己悔改是最困难的。师父常常提醒我，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得体或者是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师母会提醒我，有时候当然我会气，有时候会跟师母辩说，我讲的是对的，我认为我这个是对的。可是事实上，有人在旁边提醒我们是好的，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别人的提醒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古代的人，他们对于上帝的愤怒是相当的一个惧怕跟害怕的。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提醒说，在圣经里面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里面。所以过去的这些先贤先辈们，他们很害怕跟担心，我们会不会遭到上帝的愤怒，以至于我们如果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就得罪上帝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保罗怎么样提醒说，没有在圣洁的里面是什么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来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若不认罪悔改，都要在灭亡当中。所以我们的会主卫斯理他这样说，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为的是要逃避上帝将来的愤怒。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只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快乐跟美好，而是要让我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跟圣洁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主里面能够成为过圣洁生活的人。所以第7节他说，当你们在这些事活着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世人所行的、世人所做的事情，我们过去也曾经这样行过，所以那叫救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救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是照着过去的方法去行的。曾经跟各位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我的摩托车后面那个灯，后面车尾灯是不亮的。好，有一次在这个骑车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了，然后警察告诉我说，要小心，你的车尾灯要去换了。好，所以我就骑车赶快去去换。然后换完了之后，其实你知道刚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很紧张，紧张什么？不晓得车尾灯是不是好的。所以很多时候常常会去想到说，好像那个旧的东西还在，好像那个旧的坏掉的还是没有亮，所以常常会往回头看那个灯到底有没有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应该是新造的人。圣经说，在主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要再去过那个旧人的生活，而是要在新的里面。
所以，如果生命要更新跟变化，除非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来治死那些的旧人。所以悔改在乎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反转回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没有恐慌，但是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带着恐慌，而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已经在正确的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的东西已经过去，在神的里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不要再被罪捆绑了，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好，所以第8节的地方，保罗这样说，我们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前面读的东西，在前面的第5节的地方，保罗所提的是内心的，但是这边所提到的是外在的，包括什么？毁谤，还有污秽的言语。所以如果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么要节制自己在口舌上面，不应当出那些的污秽的话，以至于伤害了别人，或者是让人家不舒服。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单是内在能够成为圣洁，在外在也能够成为圣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遵守律法不是要赚取上帝的恩典，而是我们已经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好，所以这里保罗就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好，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很多东西来做比喻，各位知道常常用脱去跟穿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前面那些什么恶毒啦、毁谤啦，或者是讲这些的不好的言语或者是内心当中的苦毒、憎恨，这些东西都是叫做旧人，这是过去的以前旧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要脱去那些的旧人，要穿上那个新人。所谓的脱去跟穿上，就是一种选择。当你脱去的时候，我选择不要这个；当你穿上的时候，是我选择我要穿上这样的东西。好，所以基督徒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选择？你还是要穿上那个旧的衣服吗？还是要穿上那个旧的东西吗？旧的帽子吗？新年当中，我们都知道要穿新衣戴新帽，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有没有脱去那个旧的，穿上新的？好，所以宗教只叫我们能够夸耀自己所做的，哎呀，你看我好厉害，我好会做什么事情。但是福音叫我们夸耀耶稣所做的，耶稣使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第10节，今天的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我们一起念来。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有没有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穿上耶稣基督就有耶稣的形象，如果没有穿上耶稣基督，就是旧人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要让人看见你有耶稣的形象，还是要让人看到你仍然是过去的你？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其实世上的人，他们都看得到，看得明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生活跟生命是像什么。前几天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是因为找错钱了。有这个店家找错钱了给我。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心里面会很挣扎，没有发现就算了，对不对？没有发现，反正多收了嘛，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其实人家都看得到的。所以有一次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因为别人给我找多了，在卖场里面钱找多了，然后我就退还去给这个收银员。你知道旁边就有一个男生，这不晓得是谁，身上刺龙刺凤的，看起来像个流氓的样子。他居然在那里为我大声喝彩，说：“哇，这款的人已经足久我看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看到什么？别人看到了些什么？
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也许在嘴巴里面可以讲满口的仁义道德，但是我们在行为上是不是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当我们宣告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它不是只是一个名称，它是一个像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行为各方面像不像耶稣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的身上？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外在像基督徒，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像基督的样式，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新年要有新的心，过新的生活，你的心要更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更新是什么？从外在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你的金钱是怎么使用的；第二个，你的时间是怎么使用的。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金钱，怎么样使用时间，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金钱用在什么地方？你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新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过新的生活。所以教会要注意的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圣经里面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很多人说我们是做光做盐，其实不是，我们做不出来的，没有那个生命是没有办法显出那个样式跟状态。所以除非你里面有光，你才能够活出光；你里面有盐的生命，你才能够有盐的那个咸味在里面。所以教会要注意我们在品格上面，能够在社会我们怎么样去发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光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带来一丝的光。所以罗马书13章14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家都去赌的时候，你要不要去跟着别人去赌呢？虽然小赌怡情，但是当别人正在赌那个大的时候，你要不要也跟着去做那个事情？当别人都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着去做，而不知道节制，或者是应当要去守住自己的这样的欲望，致死那个救人，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过度的，或者是超过我们可以控制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不为自己的身体去放纵私欲。好，第二个，我们要有新的目标来过新的生活。因为有新的心很好，但是总要有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可以去达到。好，所以盐有盐的味道，做主的门徒要主的门徒的味道。所以我们有没有让人感受到那个味道是在的？但是也不要给自己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完美，但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渐渐的走向这个完美的状态，走向耶稣基督，就走向了完美。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能够来跟随主的脚中行。上帝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而是要一个愿意跟随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给自己压力，说：“哎，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行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渐渐的调整跟改变。也许以前过去是懒惰的，过去是不愿意付出的，而现在能够愿意渐渐的学习付出跟改变。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跟随，而不是只是一个给自己压力，说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第三个，新年要有新的行动，过新的生活。所以无论做什么，说话或行事，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我们有没有让人看到有基督在里面活，还是看到我们的行为跟别人都是一样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新的行动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刚刚提到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有光照在人的面前，使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诱惑跟试探，或甚至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拉力，都拉我们往不好的方向走。而我们要往好的跟对的方向走，是一个困难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往好的跟对的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上帝的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谦卑的靠着上帝而行。最后，
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当然快乐的日子还是要过的。所以今天是大年初二，所以该要出去走一走，该要出去玩的，应该要出去玩，走一走，出去玩。昨天跟师母去到这个卫武营，去那边去散步，哇，很多人在那个地方。那也有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有人在那里野餐，在那里读圣经、祷告，在那里唱诗歌，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不忘记，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有主的话语的陪伴，让上帝的话常常存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跟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新年每一样都是新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过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跟过犯中，我们过去在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愿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帮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又赐给我们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切都成为新的，更新变化，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新年当中能够过新的生活，有新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心灵粮食选205首，与主面对面。面对面见基督救主，面对面将要如何？亲见为我受死耶稣，面对面何等快乐！面对面我与主相见。在那遥远的晴天，面对面在主荣耀中，将来比见主容面。现在见主还不显明，仿佛黑影各当中。不久那福乐日来临，亲见主荣耀生荣。面对面我与主相见，在那遥远的晴天。面对面在主荣耀中，将来比见主容面。主同在是何等快乐，忧伤痛苦全消除，弯曲道路全都修直，因迷失都有前路。面对面我与主相见，在那遥远的晴天。面对面
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生活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因为万有都本于你，归于你，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我们一同起立。介绍一下新朋友，是陈威珍吗？哦，维珍。哦，不好意思。哦，欢迎。好，弟兄姐妹，牧师特别介绍一下啊，这是台北卫理堂的会友啊，威珍弟兄，他跟他的家人，还有住屏东的他的岳母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哈。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一同问安。
众请坐。本周为龙光堂新春主日，邀请弟兄姐妹互道新年恭喜。教会有预备新春金句红包，让我们照上帝的话语过一个新人新的新年。配合政府年假安排除了2月11新春主日外，教会会堂2月12到14将不开放，请弟兄姐妹注意会堂开放的时间。那有需要联系的话，请拨牧师的手机。适逢小年夜，2月8号晚上祷告会将暂停一次，2月15恢复祷告会的时间。自2月14圣会日开始，教会进入大斋期，请弟兄姐妹预备于旧历年后进入大斋期祷告。教会各项课程将于3月份陆续展开，请为教会各项教育事工祷告。3月10号成人主日学开课，3月18制服艺人学院开课。教会将储备儿主师资及青少年辅导，欢迎对儿童及青少年教育及生命教育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教会将预备师资培训的课程，报名请洽办公室或是教育部门的茂林指示。教会将于3月份开设红本门徒，预备2个时段上课。那报名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那有上过或是愿意复习的，也可以欢迎报名。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将于下学期3月1号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开諮商辅导课程，助人技巧与协谈，以圣经辅导实践应用，邀请弟兄姐妹报名参加。那课程消息已经张贴在1楼的布告栏。教会今年预计于6月份举办爱心园游会，为了募集跳蚤市场的东西，即日起开始征求大家家中闲置不用的良品。那详细物品请看周报上的物品要求。义卖的金额将全数奉献教会的爱心基金。那提醒会友，若是你用转账或是汇款的方式奉献到教会的账号，请务必告知姓名及汇款账号的后4码给办公室。为教会复兴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4的晚间7点半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事项祷告。那牧师有补充？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领到新春红包的，请记得等一下牧师会在这个中间这个送大家的时候也会在那里发。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请记得来跟牧师要一份这个金句红包希望我们像刚刚前面那个第一个那个字一样日进斗金，把上帝的话金句放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跟力量。好，那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对于教会里面的节期并不是很认识跟熟悉所以牧师要特别跟大家做一些的解释。我们这一周礼拜4的时候，礼拜3的时候是2月14号，很多人会去过情人节，但是其实这一天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叫做圣灰日。好，那圣灰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要涂灰悔改。那当然我们不会真的给弟兄姐妹涂灰了我们是心里面涂灰因为过去古代的人他们在这个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要披麻蒙灰来悔改所以那个圣灰日的意思也是这样，表示我们很深痛的去这个哀痛这样的时间。那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复活节前的40天，这40天通常我们都叫做大斋期那大斋期并不是叫大家吃素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基督徒不叫人吃菜不是叫我们大家吃素的，不是，而是我们希望可以，如果假设身体状况许可的话，希望我们可以在这40天当中，每一天能够至少有一餐，或者是有一段时间
可以有禁食的时间。那透过禁食，我们在40天当中去体会耶稣在40天的旷野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受苦，还有体会以色列人在40年的旷野的时间，他们那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其实我已经持续过很久的时间，大概早晨都是禁食的。那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意愿的话，但是要量着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哈，从圣灰日开始，能够一天能够有1餐的禁食，然后把禁食之后的我们的这个金钱，这个买食物的金钱，或是这个留下来的金钱，可以作为仁爱捐款的使用。教会里面通常有这些对外的或是对社会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捐款，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做的。好，所以弟兄姐妹可以透过在大斋期当中，给自己有一个约束自己的时间，也包括过年后可能大家大鱼大肉之后，可以至少有一些让肠胃休息的时候。所以40天，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做禁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能够让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一些操练，能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也有新的进步跟成长。愿上帝帮助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新的开始。我们在这个过年的当中，牧师不要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因为包括很多人看到红本门徒的时候，就已经说9个月很大的压力。虽然是9个月，但是事实上这9个月会让你永生难忘，会让你知道说，在这9个月当中，你突破了一些，然后有胜过了自己的过去的那个不愿意、不喜欢或不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年，我们跟上帝说 yes， 跟上帝说我愿意，我可以，我要得着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愿上帝祝福我们。以上，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一颂。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新春的当中，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心、新人能够来过这样的新年。祝福我们每一样都更新变换，成为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殿乐。